希羅多德，因為喺2500年前咧，佢寫過一本書叫《歷史》啊。咁呢本書入邊咧記載過咧，佢曾經當時去到埃及咧，係見到一艘船啊，好大型嘅船。根據佢記載，即係換算翻過嚟，我哋而家單位大概25至26米長嘅。咁對於古代即係2500年前嚟講，係一個好大隻嘅船嚟嘅。你要知道而家係覺得好細啫，25、26米，但係當年係算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啊。喺呢個造船方面，佢就記載咗佢見到呢艘船，但係一直喺歷史上或者考古學上呢，係揾唔到咁大體型嘅船嘅，即係喺埃及嗰度一直都揾唔到，所以有啲人咧相信會唔會就係希羅多德佢誇張咗個尺寸呢？或者呢個純粹係一個嘅故事，而唔係真正一個歷史嘅記載呢？但係點知呢，就係2019年呢，呢個埃及嘅考古學家呢，就喺呢個埃及對出嘅地中海嘅海床入邊呢，就揾到一個嘅船嘅遺跡，就係大家而家畫面見到啊。咁呢個考古學嘅部門就派咗一啲嘅潛水人員落去呢，進行量度、進行考察。咁發現呢，呢一個木質嘅結構，咁基本上個尺寸呢，就接近26米嘅，即係同呢個希羅多德當年所講嗰個船，其實佢直情有個船名叫巴利斯嘅嗰艘船，即係佢話呢艘巴利斯嘅船要25米至26米長，而且中間有個龍骨嘅結構。而且佢哋係由一啲大概1米長嘅木板咧去接合而成嘅。咁而當時呢個埃及嘅考古部嘅潛水人員落到去觀察嘅時候，的而且確發現個甲板本身係由接近1米長嘅呢啲嘅木塊咧去接拼而成嘅。咁所以好多學者都相信佢哋而家所揾到呢個嘅船嘅遺骸，正正就係2500年前希羅多德所講嗰個嘅埃及嗰艘大船巴利斯嘅。咁佢哋直情係將嗰啲嘅木板咧編晒號碼嘅。即係佢哋去研究究竟每一塊嘅木板係點樣接合，基本上成個嘅接合工程同埋個船嘅結構呢，同希羅多德呢所講嘅係好接近嘅，甚至船係有唔同嘅層次。而家你都見到啦，其實喺即係呢個攝影師所拍嘅時候，喺上邊拍翻落去呢一個下邊嘅結構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佢本身有唔同嘅層次，都由呢啲木質去組成嘅。嗱，如果呢艘船嘅遺骸真係講緊2500年前希羅多德親眼所見到嗰艘巴利斯嘅埃及嘅大船嘅話呢，咁呢艘船嘅質量都相當之好啊，係嘛？即係如果佢沉咗落海，講緊2000年、2000幾年都未完全腐爛，或者都可以保存到佢基本上個船體結構係完整嘅，先至要度到佢有接近25至26米長嘅船身。咁當然佢嗰啲木板嘅表面係有水嘅侵蝕啦，但係似乎佢都有一個完整嘅船嘅結構嘅時候，似乎當時呢個造船嘅技術都唔錯，可以令到呢艘船呢浸喺水，尤其是係海水係帶有鹽分嘅海水下邊呢，都可以保持到2500年之後呢，佢都冇完全散晒嘅話呢，咁證明當年嘅埃及嘅造船嘅技術呢，其實都相當之成熟嘅。而有趣嘅係呢，就係呢啲考古學嘅潛水人員呢，喺呢個沉船遺骸嘅隔離呢，發現咗一個神廟啊！而呢啲神廟上邊呢，好多呢啲咁嘅石碑，咁你見到石碑上邊呢，就好明顯係一啲嘅埃及象形文字啦。最頂其實呢個就係太陽神拉嘅標誌嚟嘅，一個太陽圓盤有對翼咁樣啦，咁跟住有其他埃及神祇嘅圖案，下邊就有啲象形文字啊。咁所以當時呢一個嘅潛水隊嘅考古學家都去解讀呢一啲嘅石碑嘅時候呢，發現佢就係敬拜乜嘢神嘅神廟嚟嘅呢？其實就係敬拜呢個哈比神啊。因為我哋甚至喺呢個海底嘅神廟遺跡嗰度呢，揾到一個全世界最大嘅哈比神嘅神像，就係大家而家畫面見到啦。你見到個外形有啲似法老個外表啦，有撇鬚。其實呢個唔係法老嘅像，就係呢個哈比神嘅像。你見到佢好似有一個女性嘅胸部嘅象徵，但係其實佢係一個男性嘅神嚟嘅。佢基本上哈比本身呢個字喺埃及嘅象形文字入邊係代表河咁解，所以其實哈比神係一個河神嘅，即係佢其實係一個好古老嘅神
就同我之前所講嗰啲 Osiris， 即係歐西里斯啊、伊西斯啊、荷魯斯嗰啲呢，係比呢三個神更加早喺埃及地方出現嘅一個古老嘅神啊，就係呢個哈比神。因為喺佢哋嘅信仰入邊呢，哈比神係創造宇宙萬物嘅啊，你可以話比 Osiris 啊、Isis 嗰啲更加高級、更加古老啊、層次更加高嘅一個神嚟嘅啊，咁所以而家就喺呢個海底嘅遺跡嗰度發現咗呢個像，而當時呢個嘅潛水隊嘅隊員就用一啲嘅繩啦，再加一啲嘅氣囊啊，即係將啲氣囊充咗氣之後呢，就將呢一個嘅哈比神嘅神像呢浮翻上水面，就運翻去佢哋嘅博物館嗰度咧進行研究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呢一個神廟本身，可想而知都幾大型即係佢喺海底入邊所發現呢個哈比像，比我哋而家喺地面，即係埃及入邊嗰啲神廟所發現嗰啲嘅哈比嘅石像咧更加大型嘅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呢個沉沒落去呢個城市本身係一個好繁榮嘅大城市嚟嘅，只不過基於某啲原因呢，佢先至石沉大海啫。而呢個海底城市嘅位置呢，其實就係離開而家埃及嘅亞歷山大港呢，大概6公里嘅海域即係離開呢個亞歷山大港就係大家而家畫面啦，開羅省嘅左上方啦，就係呢個對出嘅海岸，即係已經進入咗呢個地中海嘅範圍啦。喺個海床下邊就揾到啱啱個沉船同埋嗰個嘅神廟嘅遺跡嘅。但係個遺跡本身呢，佢哋見到即係如果考究翻個位置呢，就同當年呢2000幾年之前希羅多德所記載嘅一個城市呢，係可能有關就係大家而家畫面左下角嗰個就係一啲古代地圖顯示咗一個城市叫做 Heraklion，中文譯做克拉克內昂克拉克內昂就係一個古代城市，係比亞歷山大港呢更加早出現嘅。所以之前呢個克拉克里昂呢一個嘅古代城市，其實係當時一個好重要嘅貿易中心，因為你見到佢本身就係接壤呢個埃及北部或者北非地區同地中海嘅位置，啲船就可以由呢一度呢航海去到呢一個迦南地，即係呢個而家以色列敘利亞嘅嗰頭啦，亦都可以向北呢駛向呢個希臘嘅中心地點嘅。因為當時我之前都有講過，當時嗰啲嘅希臘嘅學者好多都會落到去埃及呢個亞歷山大港去留學，因為當地有一個好大型嘅圖書館叫做即係將一啲好多嘅古代文獻呢都收藏喺嗰度嘅，咁所以好多學者都落到去呢一個亞歷山大港嘅圖書館嗰度去研究去留學咁所以所以啲學者開始去研究究竟呢個海底遺跡係唔係就係呢個以前一直存在比亞歷山大港更早存在嘅呢個遠古城市呢？而最有趣嘅係咩呢？呢個海底城市嘅位置呢，係離而家個岸邊呢成6.5公里嘅，咁即係佢沉沒嘅範圍都幾多，即係如果你話佢可能沉沒嘅年代係好近嘅時候呢，理論上冇理由離開個岸邊咁遠嘅。但係當佢如果係去離開岸邊成6.5公里嘅時候，即係講緊佢係一個好早嘅年代或者一個大型嘅災難令到佢沉沒嘅。咁到目前為止呢，都未有一個嘅結論去證明到佢係乜嘢災難，但係一般相信呢，都離不開地震所產生嘅海嘯嘅。因為地中海入邊好多海島其實都係啲火山島，個地殼亦都係唔穩定嘅。咁有啲地質學家相信可能就係地中海附近一啲嘅地震導致海嘯，令到佢呢一個嘅城市呢，喺大概離我哋1200年之前呢，而沉沒落呢個大海，就而家變成離開呢個亞歷山大港大概6.5公里以外嘅地中海海床下邊嘅。咁所以就會即係如果係一個即係而家都可以話肯定係呢個克里昂呢一個古代城市。咁其實發現呢一個城市
或者發現呢個海底遺跡呢，其實就唔係2019年先發現嘅，其實早喺2000年嘅時候呢，由呢個歐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呢，就已經派咗一啲嘅潛水隊落去呢，去研究呢個亞歷山大港以北呢個海域入邊嘅海床，其實亦都發現到其他遺跡，但係呢個神廟呢，就要去到2019年呢先至發現嘅。咁而家證實呢個神廟呢嘅位置同當年呢個歐洲水下考古研究所潛水員所發現嗰啲遺跡呢，係同一個區域嚟嘅，只不過唔同位置，所以佢哋相信呢，前後呢幾十年呢所發現嗰啲遺跡呢，都係當年呢個哈里昂呢一個古代城市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大家而家畫面見到呢，就係一啲考古學家構思翻沉沒之前嘅哈里昂大概個外觀係點。你都見到有港口啦，跟住有啲船啦，咁係一個貿易嘅中心啦。但係其實哈里昂本身呢個名字本身係有意思嘅，佢意思就代表海格力斯之城啊。海格力斯咧，咁我之前都講過，就係希臘神話入邊一個角色啦，一個大力士或者一個巨人啦。咁佢曾經要執行12個任務，其中一個任務就要打死一頭嘅獅子啊。咁佢打死咗之後咧，呢個獅子咧最尾咧就幻化成天空嘅獅子座噶。所以獅子座本身背後嗰個神話故事咧，都同呢個海格力斯有關嘅。而海格力斯佢本身咧，根據呢個希羅多德所講啊，佢正正就喺埃及呢個位置啊，即係亞歷山大港附近呢個位置上岸嘅。當年即係佢希羅多德佢研究呢個希臘神話嘅時候，佢認為喺神話入邊咧，海格力斯有到過埃及。而上岸嘅位置就喺呢個位置，所以後來點解會喺呢一個位置興建咗呢個哈里昂呢個城市呢？就係後來啲人呢，根據呢個神話喺呢度興建一個嘅城市，係以海格力斯嘅名呢去命名嘅，去紀念翻佢嘅。咁其實咧喺我本著作啦《亞特蘭提斯》入邊都有提到呢個城市同呢個海格力斯之間嘅關係，亦都講到咧呢個海格力斯上咗岸之後呢，其實佢理論上應該係去咗呢個南部嘅艾德福嘅。咁有興趣你睇翻我本書啊。咁用呢個神話解讀有咩特別呢？因為海格力斯嗰幾個任務呢，其實背後隱藏咗一啲嘅秘密或者一啲嘅信息嘅。如果我哋跟翻海格力斯任務嘅移動方向呢，你會發現佢由艾德福出發，然之後經過利比亞嘅沙漠區啦，再去到突尼西亞嘅鹽湖區啦，再去到阿爾及利亞嘅阿特拉斯沙漠，最尾去到西班牙嘅加的斯，都係去負責去完成佢嗰12個任務嘅。如果你跟住呢個路線去嘅時候呢，你會發現呢個路線嘅其中一邊呢係指向冬至嘅日出，而另外一邊呢指向夏至嘅日落。咁而呢條路徑有咩特別呢？呢條路徑如果一路延伸呢，就係我本書入邊嘅研究入邊亦都講到，就係延伸嘅過程中就會直至呢個大西洋上邊嘅亞速爾群島嘅。呢個亦都係我本書入邊嘅結論，就講到呢個亞速爾群島嘅位置呢，就應該係遠古嘅時候嘅亞特蘭提斯咁詳細你再睇翻我本書，因為入邊嘅分析太複雜啦。事實上我亦都喺呢個亞速爾群島嘅聖米格爾島嘅南邊咧，揾到一個環形嘅結構，同呢個柏拉圖筆下所講嘅亞特蘭提斯嘅結構咧係好似嘅。咁你有興趣咧，可以睇翻我本書，或者睇翻我另外一集咧，專講亞速爾群島同呢個亞特蘭提斯嘅關係。入邊我俾更加多嘅考證嘅證據俾大家咧，去證實佢同亞特蘭提斯嘅關係嘅。其實除咗埃及，除咗呢個亞速爾群島有呢個海底遺跡或者海底古城之外呢，其實希臘呢都有啊。如果大家對我嘅分析有興趣，除咗訂閱我頻道之外呢，亦都可以加入我嘅會員專區去收睇更加多嘅研究影片嘅。入會嘅連結已經喺影片嘅下方嘅資訊欄。因為希臘正正就係呢個地中海嘅中心位置啦，咁就其中一個港口啊，就喺呢個希臘嘅南部嘅一個淺水區啊，呢個遺跡叫做 Pelopetri 啊。咁其實佢好淺水嘅，大概離水面4米以下咧，就發現一啲嘅水底遺跡嘅。咁有啲學者咧就相信呢個位置咧喺神話學角度咧都好重要噶，因為佢哋相信呢個特洛伊戰爭咧
咁當然特洛伊戰爭最尾發現係真㗎啦，即係有呢一場戰。但係喺呢一個奧賽德入邊嘅史詩入邊講到一班嘅勇士呢，上船去打呢一場仗嘅時候呢，個上船位置可能就係呢個 Pavlov Petri 呢個位置去上船嘅。咁所以呢個遺跡呢，無論喺地質學定係呢個神話或者係呢個特洛伊戰爭入邊呢，都一個重要嘅位置嚟嘅。咁其實呢一個遺跡呢，就唔係近年先發現嘅，其實早喺1967年啊，呢個英國嘅安普敦大學嘅海洋地質學家呢，尼古拉斯費洛明呢，佢本身就已經去到呢一個嘅結構嗰度呢進行研究嘅。咁大家而家畫面見到呢，就係呢個海床下邊呢，係似乎有啲嘅建築遺跡。咁當然佢成個主體結構已經係剝落咗，已經係變成頹垣敗瓦。但係起碼我哋都會見到呢個海床下邊有一個嘅地基嘅，即係個建築嘅地基係見到係有特定嘅設計嘅。而當時1967年呢，呢個費洛明同埋佢啲學生呢，就一齊潛水落去呢個位置咧進行考察，咁佢哋發現入邊係屬於呢個銅器時代嘅年代嚟嘅，咁相信咧呢個遺跡咧係屬於大概公元前嘅1600至1001年呢個古希臘嘅曼石尼文明時期嘅遺跡嚟嘅，咁即係其中一個嘅古文明啦。不過，自從1967年嗰次嘅考察之後呢，就考古學家對呢個位置嘅興趣就不大嘅，就停滯咗研究嘅。直至去到2009年呢，另一間大學就係呢個英國嘅諾丁漢大學嘅考古學家呢，響德森啦，同埋呢個希臘考古學家伊利亞斯呢，佢哋合作一齊呢，再翻去呢一個嘅海底遺跡呢進行研究。不過我哋今次嘅研究方式咧就先進咗，就同67年唔同，因為67年直情係要啲考古學家去潛水落去睇嘅，但係潛水落去睇，你睇嘅範圍只係局部，或者唔能夠一個整體大範圍去睇。你每一次潛水可能講緊10零分鐘、20零分鐘，都係逐個區域去睇嘅時候呢，你就唔能夠睇到一個嘅全部嘅圖像嘅。但係去09年嘅時候呢，呢兩個嘅學者佢用咗一個新嘅技術。即係除咗用聲納去掃描呢個海底之外呢，用埋呢個激光嘅掃描。激光掃描基本上比雷達掃描更加準確、更加仔細，可以見到個地層嘅高低個結構啊。咁其實呢種嘅激光掃描技術其實唔係淨係應用呢個海床嘅遺跡嘅，其實近年都應用喺一啲譬如森林入邊嘅遺跡，譬如瑪雅嗰啲嘅古圍城嗰啲嘅遺跡呢。因為佢始終有好多樹擋住咗個視線，啲考古學家冇可能斬晒啲樹，然之後去研究個地形嘅，所以而家都會用呢種嘅激光技術咧去掃描嘅時候咧，會更加清晰見到個地形甚至嗰啲遺跡嘅結構。而當年09年呢兩個學者就掃描呢一個海床結構，就發現咧呢個海底遺跡比當年1967年所發現嘅面積咧，原來大好多嘅。大家而家畫面見到呢個構圖啦，即係個草圖啦。咁佢哋呢就畫咗大概佢哋掃描完之後呢，就發現個遺跡嘅結構呢係相當之精細，或者係個佈局都係好大嘅規模嘅。咁佢哋即係喺入邊發現咗兩塊巨大嘅石碑啦，亦都發現咗一個會堂嘅結構啦，亦都揾到一啲呢年代講緊係公元前2800年嘅陶器。咁即係講緊嘅年代係4800年前喎，即係講緊呢個遺跡呢個年代係4800年前，只不過佢係千幾年之前先沉沒落去呢個海下邊。咁至於沉沒嘅原因，可能都離不開呢個地震洪水啊。其實個年代有啲似啱啱我哋所講埃及嗰個海底古城。係嘛？個克里昂佢本身都係大概1200年之前沉沒，而呢一個希臘嘅海底遺跡都係大概1100至1200年之間沉沒。咁究竟兩者係咪有關？係咪同一件嘅事件導致佢哋沉沒呢？咁而家學者就冇結論嘅。我只不過係對比佢哋沉沒年代嚟睇嘅時候呢，係有啲接近。但係大家都係地中海入邊，啱啱埃及個海底遺跡同埋呢個希臘嘅海底遺跡，大家都係地中海入邊嘅，只不過位置唔同啫。啱啱埃及個係地中海嘅東南邊，
而家希臘呢個遺跡呢，就係地中海嘅差唔多中央嘅位置。但係如果當年喺呢個年代，喺呢個地中海嘅中南部發生一次嘅地震或者一次嘅海嘯呢，咁有可能呢就兩邊嘅遺跡係同時因為同一個災難而沉沒，亦都唔出奇嘅。只不過而家呢係冇研究關於呢兩個地點係同一個原因情況之下沉沒，我純粹係一個推論或者一個假設嘅啫，呢一個嚇。但係我哋翻返嚟呢個希臘嘅海底遺跡嘅時候呢，咁佢哋發現到呢個比佢哋想象或者比1967年嘅發現係更加大嘅時候呢，佢哋相信呢個遺跡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咁根據佢哋嘅推論呢個遺跡呢可能係當年古希臘時期嘅拉哥尼亞王國嘅其中一個城市，甚至一啲皇室成員呢係住喺呢度嘅。咁所以佢哋相信呢一個城市呢係喺古希臘嚟講係一個皇室嘅城市嚟嘅。咁我哋不妨睇翻呢個希臘嘅海底遺跡 Peloponnese 呢個位置啦，呢個就係衛星照片啦。你見到佢其實就係大概呢個位置嘅，但係而家就呢個比較朦啲即係啱啱嗰個就會顯示得更加清晰個位置。但係如果你拉遠嚟睇呢，其實佢屬於呢個希臘嘅南部嘅位置啦。但係而啱我哋所講嘅埃及嘅海底古城呢，即係呢個克里昂個位置呢，就係呢個位置嘅啫。即係亞歷山大港大概呢個對出6公里，大概呢個位置嘅。咁你會見到大家都係屬於呢個地中海嘅東南邊個區域，係嘛？亞歷山大港喺呢度啦，而啱啱個 Peloponnese 就係呢個位置啊，係嘛？所以如果我哋想像下古代譬如呢個地中海嘅希臘以南、埃及以北呢個位置，可能一次嘅地震產生一個海嘯，而海嘯佢係向周圍擴散，一邊就向希臘嗰邊擴散，一邊向埃及呢邊擴散嘅時候，會唔會係同一次個海嘯導致兩個區域兩個城市一齊沉沒落去呢？因為個年代係好接近嘅。咁當然呢個純粹我個人嘅推論，或者係純粹一個假設啦，只不過係有咁嘅諗法。不過如果係利用呢個衛星照片或者呢個地圖去睇翻嘅時候呢，又唔係完全冇可能嘅。離開呢個希臘呢，其實去到亞洲嘅印度呢，都有呢個海底古城或者海底遺跡嘅。就係呢個印度嘅杜爾爾卡呢個位置啦，咁而家大家畫面見到呢個杜爾爾卡，似乎係有呢個城市存在嘅，但係其實佢亦都有神話嘅部分。咁如果你走去呢個城市呢，佢而家一個好靚嘅海港城市，佢對出呢個印度洋嘅位置。而家大家畫面右手邊一個比較高嘅建築物呢，就係一個嘅神廟，就係敬拜呢個黑天神嘅。咁其實黑天呢，就係印度三大神之一毗濕奴即係呢個維持神嘅10大化身之一嘅。即係佢呢個毗濕奴就化身變成呢個黑天，而呢個廟就係敬拜呢個黑天。咁呢個杜爾亞卡呢個城市同呢個黑天有咩關係呢？因為根據呢個印度典籍摩訶婆羅多啦、薄伽梵往世書同埋呢個毗濕奴往世書嘅記載呢，其實喺遠古時候有一個更加古老嘅杜爾亞卡嘅古城，就唔係大家而家見到呢個古城。其實大家而家去到呢個古城，只不過後來重新建立嘅啫。因為根據啱啱呢啲典籍所講好遠古嘅時候呢，呢個黑天神呢曾經喺海上邊呢去建立一個海上城市嘅。不過後來黑天呢因為遇刺身亡俾人陷害死咗之後呢，個海平面就上升，就令到呢個海中嘅城市呢就沉沒咗落大海嘅。所以如果你睇翻其實呢個杜爾爾卡呢個位置呢，的而且確你見到佢對出呢個海岸有一啲嘅淺水區嘅。咁所以亦都有啲學者相信呢，雖然啱啱嗰啲典籍呢所講嘅故事可能係一個神話故事，但係佢其實背後係咪有啲歷史嘅根據嘅呢？係咪講緊或者想記載遠古嘅時候曾經有一啲嘅城市係因為呢個海平面上升而令到佢哋沉沒咗呢？咁有冇呢個嘅可能性呢？其實唔同學者都有研究呢個杜爾爾卡對出呢個海岸嘅區域嘅，其中一個呢，就係嚟自呢個
印度嘅海洋考古學家叫羅歐啊，咁佢都研究過嘅，佢相信可能真係喺對上一次冰河期即係講緊呢個11000至12000年之前呢，喺呢個海平面上升之前呢，的而且確呢個杜阿爾卡海岸對出呢係有呢個海底嘅城市但係佢呢曾經亦都潛水落去呢個海底嗰度，發現咗一啲嘅遺跡。佢響離岸1公里，大概水深12米嘅位置呢，的而且確係揾到一個海底遺跡。但係經過佢嘅考究呢，個年代大概係最多去到公元前嘅1500年嘅啫，即係離我哋大概3500年，咁就未去到冰河期嘅年代，因為所以呢，佢就話呢個遺跡似乎個年代比較近就未必係神話入邊黑天所建立嗰個嘅杜阿爾卡嘅古城嘅遺跡嚟嘅。不過後來呢，杜漢大學嘅學者呢就去研究呢個杜阿爾卡附近嘅海域個海床結構。佢用呢個衛星照片，再加呢個電腦模擬佢哋發現呢，如果喺冰河期之前大概公元前14400年開始啦。即係14400年開始呢，佢哋用個電腦模擬發現個海平面呢，過去個15000年左右呢，係向後倒退咗100公里嘅。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呢個杜阿爾卡海岸線已經係後退咗100公里，然之後來先建立我哋而家所見到嘅杜阿爾卡。換言之，如果真係洪水之前呢個印度呢個海岸係真係有一個古城，係同當年個神話黑天所講嘅建立嗰個古代嘅杜阿爾卡有關嘅時候呢，佢應該離開而家呢個杜阿爾卡呢個城鎮呢，起碼接近100公里，而唔係離開1公里。因為啱啱我哋講咗呢個印度嘅考古學家，佢潛水嘅位置係離岸邊1公里，似乎唔夠遠啊。如果佢係真係要揾一個講緊冰河期之前嘅海底遺跡呢，起碼要接近100公里或者幾十公里遠先至合理嘅。咁我而家就嘗試去用呢個衛星照片去睇翻呢個海床結構。嗱，呢個就係啱啱所講嘅杜阿爾卡，只不過譯音唔同，呢個成日德阿爾卡啦。啱啱我話呢個淺水區其實離岸邊好近啫，但係如果講緊100公里以外呢，的而且確我哋會見到一個淺水區嘅。見唔見到啊？呢度係深藍色，係比較深嘅海啦。呢度淺藍色區域就淺水區。咁我哋見到離岸大概100公里呢個位置，的而且確有一個邊緣嘅，有一個嘅陸地嘅邊緣或者海岸線邊緣。有理由相信呢個就係杜漢大學佢哋所講嘅，喺大概冰河期之前呢個海岸線係比而家呢向前褪100公里左右嘅。咁而家就後退咗100公里嘅，所以而家我哋所見到嘅杜阿爾卡呢，係一個後來先建立嘅城市。但係如果真係我哋想研究呢個冰河期之前印度地區有冇可能有一啲嘅沿岸城市係建立咗呢？咁可能就要喺大概呢個區域呢去做海底潛水去研究。究竟有冇可能嘅？咁當然呢個就留待將來一啲嘅考古學家，因為始終都要成本嘅，尤其是你要潛落去一啲深水區呢，去進行呢個考古發掘呢，其實個成本都幾貴嘅。咁將來睇下有冇機會啲或者未必印度嘅考古學家，可能其他美國英國比較多資金嘅考古團隊呢，咁佢哋潛水落去睇嘅時候呢，希望真係揾到如呢個印度典籍所講呢個古代喺海上邊呢所興建嘅杜阿爾卡。關於杜阿爾卡呢個海底古城嘅研究呢，你亦都可以參考翻我本著作《墮落守望者》即係第一集呢入邊其中一個章節呢，我都有提到呢個黑天同埋呢一個嘅海底古城，亦都同我嘅歲差巨型嘅佈局呢有關，你可以睇翻啦。除咗啱啱所講嘅印度呢個杜阿爾卡之外呢，原來去到以色列中東呢個地區呢都有海底古城啊！咁究竟呢個古城嘅位置喺邊度呢？甚至我哋亞洲雲南地區都有水底嘅城市，究竟呢個城市又喺邊度？而我發現呢，啱啱我所講嘅埃及嘅海底古城呢個印度嘅杜阿爾卡以及雲南呢個水底嘅古蹟呢，佢哋之間
都有個神秘嘅關聯。咁究竟佢哋有咩關係呢？呢啲所有分析、所有內容，我都會留待喺 Patreon 會員專區同 YouTube 會員專區同大家詳細分享。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我嘅頻道啦。入會連結就係影片嘅下方有列出嚟噶啦。如果大家對我個分析有興趣，除咗訂閱我頻道之外呢，亦都可以加入我嘅會員專區去收睇更加多嘅研究影片嘅。入會嘅連結已經響影片嘅下方嘅資訊欄。